新北市天狗类疫情阁继续咧传烧，昨个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哦，是新增一个40岁查甫人。即马新北市计共有67个人获着。卫生局是表示讲，最近哦北部直接咧落雨，呼吁民众都唔通欠水哦。若发现讲有拖白网，会罚3000块。目前嘛开出338张的罚单。另外，天山公园等高风险的地区，嘛继续封锁到11月11日。环保人员伫咧喷药啊清除资讯源，因为新北市天狗热疫情搁再扩大，卫生局20公布新增加一个本土天狗热病例，个案是新庄区40岁男性。24出现发烧、肌肉痛、关节痛的症状，看医生采检了确诊感染到天狗热，这也是今年新庄区第一例天狗热的病例。新庄个案潜伏期间工作地曾有其他登革热病例活动足迹，将进行病毒基因定序，厘清可能感染源。卫生局讲，伫一个月内，新北市累计有67例，其中新店区有37例，中和区29例，新庄区1例。另外，疫情也扩大到台北市2例。因为今年南部天狗热疫情有下降，电脑是北部增加，出现南顶北热的情形。对此学者认为，主要是全球暖化造成微蚊的族群分布一直向高海拔一个高纬度区域扩大，增加病毒传染一个流行的风险。这马上重要的就是防止新庄区出现第二个天狗的病例。要让第二个病例不要在同一个地区出现这样有症状的，因为一旦症状出现的病例，就代表后面有非常多的隐性感染的病例。专家提醒讲，伫最近北部雨水较多，民众一定要做到巡、倒、清、滤。因为卫生局也强调，将会加强巡查，若发现即使容器内面有蚊害幼虫，将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目前已经开38张罚单。若景星公园、三界庙、天山公园这寡高风险的区域，将会延长管制到11月11日。记者综合报道。